我把你吃掉！啊！叽叽叽叽叽，看我的猴拳！哎，你们从通夫眼回来啦！你们从动物园回来啦！对啊，我们看到好多动物哦。看，我是老虎！哇！哦，原来亮亮是 low 富啊，难怪一进门就听到 low 富在大吼。老虎就是老虎吗？没错，我是老虎！哇！彤彤姐姐，那猴子怎么说啊？我是猴子哦。哦，猴子就是 hell 哎。hell 哎，亮亮，我是 hell 哎，我有猴拳不怕你。某某 hell 哎，看我吃掉你！哇！彤彤姐姐，你看亮亮啊，都欺负我。好啦好啦，亮亮 low 富，不要欺负某某 hell 哎喽。不过你们今天去通夫眼，只有看到这2种动物吗？当然不止啊！哦，那还有什么啊？我们还看到脖子好长的长颈鹿，还有鼻子好长的大象哦，还有企鹅哦。通夫眼动物园，通夫眼动物园，通夫眼动物园。某某，你有去过通夫眼吗？当然有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去通夫眼玩好不好？不用啦，你想看什么通夫，我都可以演给你看啊。你看，叽叽叽叽，叽叽叽叽。老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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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。hell 哎，猴子 ，hell 哎，猴子 ，hell 哎，猴子。哇，老虎来了！妈妈，你在扮演 low 富啊？我一直都是 low 富，只是不发威。不要当我是病 hell 哎。所以你是假扮 hell 的 low 富？没错。通夫眼里面有 low 富，还有 hell 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